不知道啊，你个臭保洁！现在这么大的热天，让我楼上好找。我家牛跑了，我从小都没这个找过。你像找牛一样找，那么难？赶紧！主管，你给我发工资就发工资，你干嘛还打我呀？还我发工资？这么大的热天，楼上的，你不知道消停我一下啊？来，给你白水喝。100块钱呢，够我打发夜饭的呢啊！多给一点，真的是。主管，你看5000块钱，你就拿着1000块钱不到，剩下几百块钱的，我一家5、6口怎么生活呀？怎么生活关我什么事啊？再说了，我不给你带出来，你连几百块都没有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给我带出来，你不能这样呀！不是你干嘛了啊？还奇怪怪了，我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家住海边，管那么宽啊？你别管我家住了啊！你发工资，你拿人家钱干什么呀？我拿别人钱关你什么事啊？再说了，我拿我员工的钱，我告诉你，你在这儿说话，你信不信我也抽你啊？哎，他们这么嚣张，还抽我啊？走后门进来的，以前没见过你啊，还你的员工。我是堂堂正正走前门进来的，什么叫走后门进来的？你会不会说话呀？啊！你在这儿担任什么职位？谁把你带进来的？哼，谁跟我带进来的？我竖起你的耳朵，好好听清楚了。我表哥李刚，厂长，这里的2把手，你知不知道？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哎，一个厂长表哥就把你嘚瑟成这样了啊！等于说你是你表哥带进来的，不是通过我们公司的人事正常考核流程进来的，是吧？啊，哎，你是不是会不会说话呀？啊，我是堂堂正正的从大门进来的。你别跟我废话了啊！把你表哥叫过来了。哼，你以为你谁？你叫我叫就叫啊？你表哥的工资都是我发的，你让我叫我就叫啊！哼，我告诉你，你在这说大话，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是让我表哥3分钟把你开除掉。把我开除掉！来，赶紧叫过来！来，赶紧！我看待会儿开除谁来。好，你给我等着啊，别动啊！好，我不动啊！我现在去找我表哥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啊！你要不来啊，你就是小狗啊！他为什么一来他拿你钱干什么呀？我怎么好像还听见一个耳光声打你了？是的，老板，你看今天我把这个走到，我说扫完了，我再去领工资嘛。不是今天不是发工资的日吗？我还没扫完，他就给我送过来了。送过来，他一上来就打我一巴掌，说找半天没找到我。不是，你钱工资都是打到工资卡上，怎么给你发现金啊？他说我的工资卡有问题，打不进去啊，所以他就给我发的现金。工资卡有问题？是的。我知道了啊，这肯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弄你们的钱，你知道吧？你放心啊，这个钱呢，你今天别拿了呢，这是没剩几百块钱呢啊！我一会儿这个事儿我会找他算账的，连带他表哥啊都不会放过啊！一会儿呢，你这样呢，你现在呢先跟我呢去财务那儿，先把你这个月的就这